镜头来美国，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伫顶礼拜六伊闪过枪杀了后，伊伫昨昏是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这嘛是伊发生枪案了后头一届的公开活动。川普伫昨昏是正式互共和党提名代表共和党参选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伊嘛对外宣布，伊的副手是今年39岁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范斯。川普13闪过暗杀事件了后，正片片啊爆掉咧。15出现伫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现场一直看奋斗甲美国这口号，川普也对咧话。You will not take this man down. He has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and he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川普拄着暗杀受伤了第一摆公开出来，10月大会顶悬也正式提名川普加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We are grateful for you to be our nominee for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按算伫10日黄金时间发表演讲，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川普15日离开全大会会场时阵，身躯边为大批国安特勤人员严防佫一摆发生意外。川普伫会场时阵，身躯边坐就是进前被提名川普的竞选副手，今年39岁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范斯。分析认为，范斯应替川普争取美国拿领阶级甲农业人口的选票，佫较重视年轻世代认同。I think this is a young candidate for vice president. This is something I think Donald Trump, by choosing someone this young, helps, to expand the party and expand a reach into younger generations. 范斯下一次作风者之歌别个真好，是讲故乡俄亥俄州面临的问题。高中毕业，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了后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也做过电子商务事业，熟悉真济金主。2016年，我批评川普可能加入美国的希特勒，暗过了后加入川普坚定支持者。2012年，伫川普行台之下当选参议员。伊主张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主张外交政策第一是美国利益。同时，比川普更较反对对乌克兰提供军援，也对台湾真友善。伊认为美国面临上大威胁是中国武力犯台，佮批评拜登优先军援乌克兰，和对台军售被延误。公司新闻叫文庆编辑。